客家人种茶做茶历史悠久，在全台湾各地差不多都看到。除了因为华山13届移民关系，日前重新技术未生产好茶嘅重要原因。和清土观察又会发现，在传统茶器土种苗之外，日本人类乡亲勇敢去变，很辛苦，容易新环境，甚至开发新天地，让做得出现基本人乃唯独有客家茶人嘅局面。台语量也在本喊做台湾国产茶当季起源，平均开拍超过2500，全年温度冇到20，在安阳不适合大家环境地图，竟然30年前就有乡亲来了解种茶，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一只动有理想的心。用脚机现任台语量茶产销班中，来自发言人吉安乡。头摆系推起下润人工，来了解种茶超过18年。因为这两时感觉只有单纯上班，冇办法满足自家嘅人生，所以决定并睇安稳条路，离开平地来到高山。不过，伫咧天时冻冷，空气清少嘅台语量当，都开始嘅世界，不论时代大爱，所有东西都爱靠自家。昨天嘛，一个一礼拜大菜大米大上来。开垦嘛，像那拨款一角做啊，一扎沙头挖出来，等来拍好，俺们又一片一片的咁嚟，整个梯田样，咁样才有好种。伊冇种，冇样做，嘛冇法度啊。因适应，当然度上来当然冇适应，按木头啲木质吧，理想背景就喺上当，对吧？伊冇传承。真辛苦来到山东，唔但像爱3万块钱为自家建立一只新天地，老从小到大，新种经验完全冇强用嘅高山气候，每本用太过，改下嘅种茶面相差啲咧都冇爱咧。到了下飞起起来，很感觉同样系错边嘅事情强用。这先头从了下，这头领导啊，领导个准结霜啊，打霜个下个收活笔啊，做紧呢。热天呢，中间做翻土啊，个收笔为一桶一杠苦啊，怎么大手啦呗？透过是冇买个嘛，填电毯嘛东西啊，做些的棉被，干嘛睡到3更半夜嘛，很紧张啊。那个是人那时候就想，真的是那个头跳那个浪头跳那个响有点痛啊。越南艰苦嘅时情起，了解18年前还系新手嘅茶农，请认真地了为人生难用，了解环境。學識用班人種出前好嘅高山茶，不過乜嘅事情都係稀苦難。一開始除了要接受種唔好嘅冇奈何，嗰兩時還冇乜嘅地名圖嘅台質量差，冇限嘅經驗，實根本唔啲愛賣本馬沙。確實種啊，一辛苦啊，佮做確實種其他年做啲冇收，佮唔會抬啊，清冷啊，就3-4年就死咧停，抬死咧停，啊，摘到差10個斤咧，按樣板賣。个假使按个啊，做些嘛几工的茶样啊，那么样品啊，基本人起，做些嘛起强，然后慢慢的打知名度打出来，人就知道就亲爱茶，然后做用人的停，先停啊，然后茶从那了停，哦，冻茶忙摘啊，人就先停的，啊摘好都卖强，然后是价钱好就出来啦。經過20年時間，已經係茶米產銷班種嘅狀態過。從改良時只有2副茶葉做盤，到了下台咗有15副，所有嘅辛苦過程，總算因為台語釀茶打出名聲，本頭擺嘅3萬得到抬價。高山茶因為天然環境關係，所以技術高加用心，差唔多就做得受到市場歡迎。不過包含台質量、梨山、阿里山，甚至玉山附近，掠到天堂就開拍1-2千公尺。普通人冇乜嘅年紀去耕種嘅高山，用辦客家鄉親為嫌唔驚艱苦，就到掠回來喏。青島種茶人，從花蓮、台東種茶人，大部分就係新竹桃園過去嘅，你從大宜林、梨山，還有南投的信義山、玉山茶區，出青島漢人就有山當風，所以
他不会辛苦的，客家人唔好讲苦的。你是同讲客家人最能吃苦嘛？因为现实苦唔讲故事，冇种茶经验嘅客家人都敢前进高山，可能唔是讲已经伫平地种过茶嘅。所以，当配合台湾最高嘅玉山福圈，强荣也出现呢一群希望种出好茶嘅茶农乡亲。除了梨山、台二两嘅茶前半年懊恼之外，对台湾高山茶地图还有一家为所未前半年注意，佢就是玉山下嘅玉山茶。兩位因為過去拍嘅關係，一差試起來未清雜。不過兩位喺冇強人嘅故事係，聽講從50年前開始，兩位就有新竹來嘅鄉親，對兩位開始種茶咧。為在玉山下半世紀以前，就有鄉親來種茶嘅南投新義鄉通福村，見面大體係頭擺，從土竹苗曬來嘅客家人，以前都開始都係強農，把每已經全部轉做茶農。就你講時辰來嘅啦。又要講上港下來從啊爸爸嘅調度東啲中辣方面下來嘅啊，特別強農是這樣嘅，兩隻山頭腳了就揾山頭，啲樹係冇路揾山頭啊。你來了會種茶嗬，客人啊嗬，差唔多有20人戶啊，嗬，條拜我攏啲60-70年前啦嗬，來了會啊嗬，來了會條拜來嗬，來了強農嗬。啊，到日本時代都來嘅。定玉山特別氣候，老奶肉滋潤下，人工嘅玉山茶開始受到注意。也將嘅茶器，20年前漢本設定咗玉山觀光茶園。靠近啊，哈，玉山哈，不是種在玉山哈，是靠那個新莊縣的哈，沿路啦，倆種的面積哈，大概有60公頃啦。海拔哈都從1200啊哈，都1600啊哈，攏有啊哈。大潤村現任玉山茶產銷班班長出世就喺通福村，阿公係來自新竹縣虎口鄉，該人種茶經驗超過17年，佢講種兩種貴年大溫캠能從頭結送茶味凍盤嘅高粱茶，雖然品質價值都唔會爛，不過對兩位種茶做茶真勁凍甜。玉山茶哈雖然很好喝哈，但是它做茶哈辛苦哈，都按不掉哈，都冇河水啊哈，係啊。啲啊，都做茶天辛苦嘅所在啊，吼，做24個小時啊，吼，都冇好吃困啊，摘下來吼，做到好啊，吼，都唔得吃困啊，按不條吼都要堵到吼炒茶嘅時間啊，炒茶嘅時間啊。因為現在這邊溫室業務差檔，早上清晨3-4點的時候就要出門，然後到這邊大概6點半上工，可是這邊的氣溫因為很低吼，所以。那個兩隻手來到這邊都是冰的，都完全都不聽話。退伍過後接下沃卡茶園，老本用強下經營嘅大先生，唔但將用心照顧搭條茶樹，摘茶過後還自家配、自家做，甚至利用通路自家賣，表現新一台茶農嘅大餅。尤其上到頭擺，用班3萬都財冇錢，還那體驗改良時鄉親改種高經濟嘅茶，係一條正確嘅路。種茶吼，比興我輩啊吼。多條路啊，吼，我感覺啊，吼，要清好啦，吼，條擺吼，你吼盲牛種玉山茶嘅時節啦，吼，種該利嘅啦，吼，土嘅啦，吼，該苦茶吼，該收起來嘅經濟效益啊，吼，老茶味啊，吼，重新多啊，吼，我感覺茶一斤吼，攏1-2錢啦，吼，土嘅利嘅吼，一斤10個人吼，20人吼。買冇錢啦！高山環繞，猛然掉進，對窮人天堂安將嘅石地方，玉山茶因為客家農友嘅認真，企上嚟地面茶品嘅舞台。高山茶前半分樣，不過總講提點同配角更提有限，相對之下，也帶前到鄉親嘅發動提起，種茶就完全而係是技術老從而嚟。因為海拔大，平均是有38公尺，推動落日茶農
按多年来一直冇办法将茶米打出名声，尤其发动中国嘅优良气候，佢哋认为应该做得签到新机会。贵太平抢住嘅茶人非常正，呢位系六日嘅2天提起，你顺条因为要过山韩国推提嘅影响关系，呢下佢哋嘅茶未行出一条算系切格铁有嘅路咧。第5年数嘅进行下，六日乡亲前2年开始研发新茶品，不过上係要好品质，最重要嘅天才係要專業種茶人。廖仁山、任慶阿三哥係專業種茶佬製茶人，出色地推動六日鄉。阿爸是來自屏東內部，該人種茶做茶經驗超過30年。喺面前有包裝清醬，利用大家簡單唔好嘅下茶，配出來嘅豐富量，究竟包含幾個什麼？頭擺下茶都講無人做，都會講做咯品質冇好，價錢少，人哋工程貴，所以講無人會做嘛。一種嘅紅烏龍是唔是選某個季節茶來做？因為下茶做更加較好，佢兒茶素氨基酸較高。一種嘅茶吼，佢講有啲老人家飲嘛吼，也算中發酵嘛。老人家飲咩吼，年輕人喝也是很好，能泡能的年輕人很適合。冇變到冇土啊，所以說變到新的品種做紅烏龍出來。這幾年來吼，因都碰拄到問題，一些進口茶的問題，還有過山茶的問題，因都落在說海拔比較低的地方，所以我們就會發展上會有一些競爭的問題。好，我們就積極的想去發展我們自己的一個落在那邊的特色茶。那豐富利用的啲茶一些吼，嘅主要係結合烏龍茶、落風茶的做法嚟說夾起來，所以這個是蠻特殊的一個茶吼。強中係客家人嘅茶米改良廠推動分廠中5上順，感受出推動茶米危機。老廖人山掠到茶油，強下研發出算係落入梅土嘅豐富量，係你顯示嘅唔單淨係創意，還有動情嘅客家精神。安港精神很抽象的東西，把它具體來說，就是求新求變。客家人係最會求新求變嘅，好，你看到青島客家嘅茶農，佢會去變，佢會去賣，嚇，佢會想講呢種嘅茶，做起來冇好，所以叫樣板。從茶農到茶米專家，從蓬風茶、玉山茶、太子嶺茶到落入豐富量，開發優待香港，差唔多全台灣所有地區都有鄉親3萬種茶。呢度唔單淨係歷史嘅痕跡，咪係客家嘅汗水。喺經過幾個世紀，萬山茶人凍漿嘅同時，因為應該係那沙皮講，老祖公留下來嘅滋潤，其實從來唔是小事過。